妹妹总觉得这索尔纳的话十分可疑。姐姐，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哦。妹妹放心，姐姐自有分寸。夏婉，朕听说白天静妃和淑妃过来看过你，你们还聊了很长一阵子的话，是吗？萧婉本来想向皇上禀报的，没想到有人先向皇上禀报了。朕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奇怪，他们二人从来没有到钟粹宫来看过你，为何今天突然来看你呢？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呀？皇上，你别这么严肃行吗？瞧你这脸色，把小婉吓得心里咚咚乱跳呢。小婉，朕是担心你，你不了解静妃，她有多麻烦，她来找你一定没有什么好事。皇上，你多虑了。静妃娘娘和淑妃娘娘今天不过是来看看小婉。小婉不是跟皇上已经说过了吗？自从皇额娘接纳了小婉，小婉便和后宫姐妹们接触的多了。这静妃娘娘和淑妃娘娘对小婉已经没有从前的敌意了。再说他们今天人都已经来了，小婉也不好把人家拒之门外，是不是？如果仅仅是来看看你，那倒无妨。但如果静妃对你说了什么包藏祸心的话，你一定要及时让朕知道。皇上你就放心吧，小婉在这后宫里不也算是经验老道之人了吗？谁要是想包藏祸心的话，小婉的火眼金睛立刻将他识破。你能这么想，朕就放心了。小婉，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让朕费神。皇上又遇到什么事了呀？皇上不妨跟小婉说说，小婉为皇上解忧啊。皇贵妃的位子一直空着，按照规矩是不能空太久的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，我大清朝的皇上还会被这样的事难住？这后宫有2位贵妃，皇上可以从中择其一啊。小婉，朕想立的皇贵妃只有你，只有你呀。皇上坐。好。果真啊，朕今天过来是为了看看你，也看看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样了。皇上，臣妾这次可是万分小心，臣妾肚子里的孩子好得很呢。有什么反应吗？现在月份还小，所以呀，没有什么动静。朕想啊，这个格格一旦生下来，肯定和你一样，活泼可爱，好动。果真，朕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皇上对臣妾说的话，那就是圣旨，怎么能用商量2字呢？不，这事儿啊，朕必须和你商量，和旨意无关。果真，你跟德妃关系最好。德妃的情况非常特殊，她不能怀孩子。其实，朕每每看到你们怀上孩子，就会想到德妃，因为她是汉人女子，皇额娘就不准她怀上孩子。朕心里真的很难受。这对董姐姐实在是太残忍了。对一个女人来说，这的确很残忍，而且德妃自己一点错都没有，所以朕心里想对她做些补偿。皇上
是想让臣妾做点什么吗？只要臣妾能做到，臣妾一定会心甘情愿，绝对不会有一丝含糊。朕就跟你说实话吧，你要为朕做一点牺牲。没问题啊，只要是对董姐姐好，臣妾一定会心甘情愿、高高兴兴的。皇上，你告诉臣妾吧。是这样的，这皇贵妃的人选必须要在这几天定下来。皇娘和皇后，他们选的都是你。如果不是因为德妃情况特殊，朕想，朕也一定会选你。但是现在德妃，朕过意不去，朕……果真，朕知道，皇贵妃的位置，对后宫的嫔妃来说是何等的重要。皇上，皇上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皇上太小看臣妾了。朕没有想到，你的反应会如此强烈。臣妾的反应能不强烈吗？臣妾对董姐姐，就像亲姐姐一样。皇上竟然还担心臣妾和姐姐相争，这皇贵妃之位，肯定该是董姐姐的。这件事情，朕可没对德妃提起过半句。娘娘，德妃娘娘来了。欢迎德妃妹妹光临咸福宫啊！静妃娘娘已经来钟粹宫看过我2次，其实我早就该来拜访静妃娘娘了。走，今儿咱俩好好聊聊。姐姐，这件事情跟德妃还有关系。果真，你赶紧一五一十的向朕禀报，不得有任何隐瞒。皇上，臣妾说过，臣妾不会瞒着皇上任何事。这件事情，臣妾也不会瞒着皇上。董姐姐她也是好意啊。果真，你现在怀有身孕，不必归路。谢皇上。别着急，慢慢同朕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关系德妃，你就有所顾忌，有所隐瞒。是。德妃娘娘，再过几天就必须要确立皇贵妃了。皇上如此宠你，静妃娘娘，这事儿是该皇上和皇额娘决定，我们就别再讨论了。本宫也是真心关心你，才想跟你聊聊。其实这事明摆着，皇贵妃的人选，就你跟2位贵妃。说实话，你们3个都是好人，无论是谁晋升为皇贵妃，本宫都没有怨气。静妃娘娘，这皇贵妃之位，小婉从来没有想过。即便是皇上这样想，小婉也绝不会答应的。德妃娘娘的话，本宫相信。可皇额娘如今的想法，我估计，她定是想让兰贵妃上位，然后晋德妃为贵妃。不过咱皇上如今是越来越强了，这回，皇额娘怕是拗不过皇上。静妃娘娘，这件事情，小婉实在毫无兴趣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有关于皇贵妃的话题，本宫就不再说了。咱俩聊聊别的吧。德妃在暗查皇后，你没告诉皇后吧？没有，董姐姐可是一再叮嘱臣妾，这件事情臣妾连皇上都没有禀报，怎么可能告诉皇后娘娘呢？这么大的事，
德妃她居然敢瞒着朕，还要你也瞒着朕，她到底想干什么？皇上息怒啊！董姐姐也是为了臣妾好，她也是怕臣妾的孩子会受到伤害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多纳她贵为皇后，她怎么会害朕的孩子？她跟你关系这么好，说出来你信吗？皇上，可千万不要生气，是臣妾不好，臣妾没有帮董姐姐严守秘密，臣妾罪该万死。朕现在就去找德妃说清楚，问问她到底想干什么。大功就要告成，只差最后一击。刘公公，什么事？德妃娘娘出去了。啊，出去了？去哪儿了？去咸福宫拜访静妃娘娘去了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！什么事？奴才得报，德妃娘娘不在钟粹宫。去哪儿了？说是拜访静妃娘娘去了。速传她回来见朕，朕就在这儿等她。这……刘公公，皇上怎么了？火气这么大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大概是跟静妃有关系吧。姐姐，刘公公来了，样子很急。停轿。见过德妃娘娘。刘公公免礼吧。谢娘娘。刘公公怎么会来这儿找我呀？德妃娘娘，万岁爷在钟粹宫龙颜大怒，万岁爷让奴才来请德妃娘娘回去问话。皇上在钟粹宫发脾气，那皇上来之前还去过哪儿啊？万岁爷从兰贵妃娘娘那里出来以后，脸色就不大好。皇上之前去了果真妹妹那儿，万岁爷好像对德妃娘娘有一肚子的火，得知德妃娘娘去了静妃那里，更是脸色骇人。德妃娘娘见了万岁爷以后，一定要小心回话呀。多谢刘公公，小婉知道了。那咱们赶紧走吧。好。皇上，果真妹妹所说的，也的确都是实情。果真的话都是被朕逼出来的。她对你可真是贴心的，说漏了嘴，哭得跟泪人似的。皇上，果真妹妹没有错，这错全在小婉身上。当然是你的错。你明知道朕非常讨厌索尔达，你更知道朕钦定了他的罪，你居然还会相信他？你居然怀疑皇后多纳，她才是真正的凶手？可能。他现在看你在朕这里受辱，他想利用你。你现在居然去看他，你去相信他的话，你去帮朕最讨厌的人，你让朕怎么想你啊？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娘娘，娘娘，臣妾给娘娘惹麻烦了。怎么了？什么事这么惊慌？孩儿，你带他们出去，把门关上，别让人进来。是。妹妹，起来说话。谢娘娘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皇上来看望臣妾，皇上这次是铁了心要敬董小婉为皇贵妃啊。皇上的训斥，臣妾暂时不能接受。是，臣妾是不该怀疑皇后娘娘，可是臣妾这么做，也是担心果真妹妹和后宫其他姐妹再遭毒手。臣妾心如清泉，毫无杂念。可是皇上的训斥，让人觉得似乎臣妾是有所图谋，在下面搞什么阴谋诡计。
你怎么又自称臣妾了？小婉，你知道朕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吗？是因为你不应该瞒着朕，你知道吗？是，这件事，臣妾照理说是不该瞒着皇上，是臣妾不对。可是臣妾之所以不敢告诉皇上，是怕皇上知道后一定会龙颜大怒，事情便没办法进行。可是，臣妾没想到，果真妹妹没守住这个秘密，还是让皇上知道了。德妃，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你知道朕为什么去看果真吗？朕就把实话告诉你，朕去看果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对，马上就要见皇贵妃了，朕心目中的人选是你。可皇娘、皇后他们不认可，他们认为最佳的人选是果真，因此朕想去说服果真，让她主动退出竞选皇贵妃。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皇上知不知道，皇上这么做，后宫必定会大乱，皇额娘也一定会左右为难。小婉对皇贵妃之位毫无念想，这事皇上是知道的呀。再说晋升果真妹妹为皇贵妃，是再合适不过了。皇上为什么要劝果真妹妹主动放弃呀？皇上这样做，对果真妹妹极不公正，也太残忍了。姐姐，姐姐，皇上还说，如果姐姐能在德妃晋升皇贵妃之事上与皇上同心同德的话，皇上就当不知道这件事，也不会责罚姐姐，那皇额娘也就不会知道。皇上抓住了本宫的把柄，你又这么想成全你的董姐姐，那本宫也只能跟皇上同心同德，帮助你董姐姐上位了。小婉，如果依着朕，朕早就封你为后了。但因为你的身份，因为皇额娘的阻挠，朕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可是你在朕的心目中，你要比果真强上100倍。所以这次晋皇贵妃，朕必须要晋升你。朕不但要晋升你，朕还要在晋升皇贵妃的同时大赦天下。原来皇上说的大赦天下的由头喜事，是指这个？就是这个。皇上对小婉的情太重太重了，小婉真的难以承受啊！小婉，朕跟你的情，天地可见，日夜为证。朕只是觉得，为你做的太少太少了，朕真的是太委屈你了。不，皇上为小婉做的实在太多太多，皇上对小婉的爱也太深太深。朕希望从现在起你不要再查皇后了，你不用去给皇后道歉，更不要再听索尔纳的话。你能答应朕吗？小婉答应皇上，小婉不再过问皇后娘娘的事。可是皇上，
你也一定要答应小婉一个请求。小婉对皇贵妃之位实在没什么念想，皇上千万不要继小婉为皇贵妃，皇上不要让皇额娘左右为难。事到如今，小婉恳请皇上答应小婉。姐姐，妹妹哪里是要成全董小婉呢？妹妹是只能跟皇上这样说。妹妹的心意，姐姐你是最清楚的。再说了，姐姐不是也极其不愿意看到董小婉上面事情跟皇额娘闹翻的。只要姐姐态度鲜明地站出来，只会对姐姐有好处。妹妹可是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成熟了。姐姐其实是怕妹妹打退堂鼓，只要你不退，姐姐又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董小婉上位呢？妹妹多谢姐姐夸奖。妹妹这可是在姐姐的教导下慢慢成长的。妹妹可是越来越淘气了。启禀皇后娘娘，慈宁宫来人传话，太后娘娘请娘娘晚膳后过去议事。知道了，怕是要议着皇贵妃的事儿吧？今天晚上恐怕跟皇上还有一场冲突呢。姐姐，妹妹晚上就去看董小婉，探探皇上对她说了些什么。今日皇帝跟果真谈话，恐怕是委屈果真了吧？皇娘，儿子没有委屈果真，儿子刚说了个头，他就跟儿子说，是儿子错看他了。他说，丝毫没有想进皇贵妃的念头。果真说他心目中最佳的人选是德妃，他还为朕晋德妃为皇贵妃而感到欣喜不已。面对皇帝，果真怕也只会这样表态。这件事本来就不应该问当事人，当事人的回答也不可以相信。皇帝，我听刘光彩禀报，最近德妃跟静妃有些来往，今天德妃还去回访静妃。额娘对他们两个人的突然来往有些奇怪，皇帝您可知道这里面的缘由吗？皇娘，儿子也是今天刚知道这件事。儿子质问过德妃，可德妃却对儿子说，他认为索尔纳是真心想和他交好。索尔纳和淑妃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敌意。德妃的回访完全是出于礼节和善意。不过，儿子还是狠狠地训斥了德妃，并警告他，以后绝不可以再跟索尔纳有任何的来往。姐姐，都是妹妹不好，妹妹一时失口说错了话，害得姐姐受到这么严厉的训斥。妹妹真的是好后悔，妹妹怎么总是藏不住事呢？果真妹妹，这件事既然已经过去了，你就不要再介怀了。皇上训斥我，也是出于对我的关心。皇上只不过对静妃娘娘成见太深。再者说，皇上如果有心要问，以妹妹心思单纯的个性，想瞒也是瞒不过去的。姐姐，妹妹有一些话想单独跟姐姐说说。扣扣，你带上云儿先去门外守着吧，
是。走。果真妹妹，有什么话你便说吧。姐姐，咱们在这里说的话，这外面万一有人经过，我怕也会听见。皇后，你也是这意思吗？皇上，臣妾的意见无足轻重，不过臣妾以为，为了后宫的安宁，为了皇额娘更称心，也为了禁卫的公正，臣妾完全赞同皇额娘的旨意。公正。说到公正，那朕还真有件事情想问你。你为何把皇额娘和朕的意思私下告诉了果真？这公正。姐姐，皇贵妃一事，你就不要再推辞了。姐姐不能生孩子，妹妹已经为此事替姐姐痛苦不已。姐姐若是再推辞的话，可就是把妹妹置于不仁不义的境地了。妹妹千万别这样说。妹妹的真情好心，姐姐十分感谢。可是皇贵妃之位，妹妹是再合适不过的。而且皇上也已经答应我，不再考虑让我进位之事。姐姐，那是皇上在敷衍你啊。皇上对姐姐的爱可是天高地厚的，皇上是绝对不可能改变主意的。那姐姐便在苦劝皇上。总之，皇贵妃之位，姐姐绝不考虑，也绝不接受。姐姐，你为何要这么固执呢？怎么了？姐姐，刚才可能是太过激动，好像是动了胎气了。董姐姐，鱼儿身上带着安胎定神的药，麻烦姐姐帮我去拿一下，我吃了就没事了。那你安心在这等着，我去取酒来啊。皇帝，前一阵子后宫已经够乱够险了，现在好不容易安定下来，咱们不要再为晋升皇贵妃的事折腾了吧？就定果真好吗？皇娘，果真和德妃的感情极好。果真都说了，她绝对不会跟德妃争抢皇贵妃之位。如果现在这么强定果真，果真她心里会非常痛苦的。臣妾去说服果真，果真还是听臣妾的。朕还没有说完，你急什么？皇额娘，您再想一想，皇贵妃的人选一定，若干年都不会动。您已经下旨不让德妃生孩子，这就算是对她的一点补偿，可以吗？这样吧，现在离宣布新晋皇贵妃的时间还有几日，我们都好好想想吧。额娘希望皇帝也好好想想，也许皇帝就与我们的想法一致呢。如果真的不能，恐怕我们只好宣布，晋升皇贵妃一事，得破例暂时搁置一段时间了。好，这个儿子同意皇娘的提议。皇帝，你不会突然间下旨强行晋封德妃吧？皇娘您放心，晋封皇贵妃，并不是晋封普通妃子。皇娘没有点头同意，儿子是绝对不会强行下旨的。这个儿子心里很清楚。更何况，就算儿子擅自下旨封德妃为皇贵妃，那也是无效的。好，皇帝清楚这点就好。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好些了，姐姐。你真是吓坏姐姐了。你说，你要在姐姐这儿有个什么好歹，姐姐怎么跟皇上还有果真妹妹你交代呀？姐姐，姐姐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
妹妹跟鱼儿就先回去了。妹妹要想回去便回去吧，回去好好休息，可千万别再有什么闪失了。姐姐你就放心吧。云儿，小心照顾你家主子。姐姐快歇着吧。妹妹快坐。谢姐姐。妹妹，你可不知道，昨天晚上皇上和皇额娘火药味可重了，双方都不肯让步，恐怕这皇贵妃的尊位一时之间还定不下来。不过昨天晚上，本宫也豁出去了，还跟皇上当面顶撞了几句。臣妾永远铭记皇后娘娘的恩德。这定不下来也好，反正啊，董小宛也上不了位。不过你知道吗？皇上现在晋升董小宛的同时，大赦天下。什么？皇上可没跟我说过这事啊。姐姐，皇上是要把董小宛当皇后一样再封再立啊。可不是嘛。若是这董小宛真的上了位，别说是你，恐怕连本宫都没好日子过了。姐姐，反正董小宛还上不了位，咱们先不说这些了。明天在姐姐这里有一个例行的聚会，姐姐要训示些什么话，可以先告诉妹妹吗？倒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训示的。不过我想，关于这皇贵妃的册立，怕是众妃最关心的事情了。本宫倒也想看看董小宛会说些什么。姐姐还在为皇贵妃的妃位事烦心啊。依扣扣看，这皇贵妃位，姐姐就不应该跟皇上客气，这个本来就应该是姐姐的。姐姐没有在想皇贵妃的事，姐姐是在想果真妹妹。兰贵妃娘娘，她不是昨天晚上刚来过吗？扣扣，姐姐觉得这果真妹妹是越来越有些看不透。看不透？兰贵妃娘娘透明的像水晶，姐姐怎么说看不透她呢？姐姐对她的疑惑，其实也是从昨天下午才开始的。皇娘，儿子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跟晋升皇贵妃一事无关。无关就好。额娘现在也不想谈论晋升皇贵妃的事。皇帝有什么事想说就说吧。皇娘，您不是觉得德妃突然跟索尔纳来往有些奇怪吗？其实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。索尔纳跟德妃说，害果真小产的毒蝴蝶案不是他做的。索尔纳这样说，那他说是谁做的了吗？多纳。多纳，这可以信吗？皇帝，你不会因为多纳反对晋升德妃而相信了吧？皇娘，您误会了。其实，儿子根本不相信索尔纳说的任何话。为这件事情，儿子还狠狠地训斥了德妃。儿子从来没有那么严厉地训斥过她。德妃她相信了索尔纳的话，还在暗中调查多纳。她的目的就是想保住果真的孩子，让果真的孩子避免再遭毒手。他还叮嘱果真，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，不能对任何人说。昨天儿子去看望果真，果真一时说漏了嘴，才被儿子逼问出来的。皇帝，这件事可不小啊。索尔纳的事已经定了案，现在他为何要突然翻案呢？
是，儿子也觉得奇怪，是不是这件事情儿子有什么失察之处？所以才想听听皇额娘您的想法。其实，让姐姐产生疑惑的，是因为姐姐已经千叮万嘱的告诉过果真妹妹，这件事千万不要让皇上知道。可她还是失口跟皇上说了此事。她是失口的呀，姐姐。兰贵妃娘娘面对皇上，皇上一追问她，她还敢不兜底交代啊？倘若要是真的失口，那姐姐觉得倒是可以原谅的。可倘若她不是真的失口，而是做出一时失口的假象，想让皇上知道姐姐正在暗查皇后娘。额娘有个忧虑，德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？她敢去暗查皇后，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呢？皇额娘有何忧虑，请详示儿子。你看现在后宫的情形，灵珠死了，贤妃被废，果真跟德妃关系一直很好，又很听她的话。索尔纳和淑妃又主动示好，和她亲近，这会不会让德妃觉得后宫这个女主人非她莫属呢？皇额娘，您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德妃她是什么人呢？她是儿子爱的女人，儿子不相信她会有这样的野心，她不会这么做的。皇帝，后宫的毒性很大，进了宫的女人，当了皇妃都会争位争宠，这是本性啊。老实说，依照皇帝跟皇后所说的一些情况，让额娘认为一向老实单纯的果真，也都对皇贵妃之位有所动心。难道德妃会是个例外？儿子坚信，德妃跟儿子身边的那些女人都不同，因此皇娘对她的怀疑过重。皇帝，额娘并没有真的怀疑德妃到底有没有企图，额娘只是想帮皇帝清理一些思路，预先给皇帝提个醒。额娘也一直认为德妃和后宫的女人有所不同，如果有朝一日证明她们没有区别的话，不仅皇帝会痛苦失望，额娘也会非常痛苦。皇娘，您能这么说，证明皇娘真的是十分疼爱小婉。皇娘，儿子其实看出来了，是索尔纳，他想把后宫搅乱，才会让德妃去办这些事情。皇娘放心，德妃是儿子最爱的女人，儿子绝不会看错的。姐姐，恕扣扣直言，反正扣扣没有看出来兰贵妃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姐姐，可能是你从来都没有受过皇上如此严厉的训斥，对兰贵妃有些怨气。姐姐是多虑了。姐姐倒也希望是自己多虑了。你说姐姐跟果真妹妹的关系多好啊，在这宫里，除了扣扣你，姐姐最信任最喜欢的人便是果真妹妹了。啊？说错了吧？那皇上呢？皇公子呢？扣扣，姐姐跟你说正事呢。还有啊，这件事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及啊，英格尔也不能。倘若这事传到皇上耳朵里，皇上便会觉得是姐姐小气失仪，这事儿要传到果真妹妹耳朵里，不免伤了我们两个人的感情，伤了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。扣扣知道轻重，姐姐的疑惑啊，扣扣绝对不会漏一个字。姐姐的疑惑也是从昨天下午才开始的，皇上训斥了姐姐，可是果真妹妹昨天晚上来跟姐姐道歉，果真妹妹说的那么真诚，那么激动，姐姐听了也是很感动。仔细想想，可能也真的是姐姐怀疑错了。姐姐，扣扣相信啊，这次啊，真的是姐姐错了。
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众姐妹快起来吧，请坐。谢皇后娘娘。今天请姐妹们品的是刚进贡的明前龙井，大家品品看，味道怎么样？皇上勤政，天下皆知。但是，皇上也不可以过于劳累，定要保重龙体啊。洪师傅，朕之所以疲乏，不是因为前庭之事，而是因为后宫之事。敢问皇上，后宫出了什么事啊？洪师傅，皇上现在呢，为了进皇贵妃的事，非常心烦。现如今，这贤妃和灵珠已经得到了报应，本宫很是高兴。如今姐妹们聚在一起，是一派的祥和，这样多好。是啊，皇后娘娘说的是，说的对。有好多蝴蝶啊！你一直都没有和本宫解释，今天你必须当着众姐妹的面给本宫道一个歉。道歉？本宫从未伤害过你。道什么歉？索尔娜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本宫道歉的话，本宫就扇你耳光。哼！你扇我？萧果真，本宫知道你有可能当皇贵妃，可本宫从来没把你放在眼里。今日你若是不扇本宫，你便是贱人。你。果真妹妹，主子，果真妹妹，这块姐姐，你有身孕，不能动气啊！果真妹妹，董姐姐，这记耳光我忍了她很久了。果真妹妹，小气！皇上，臣理解皇上要晋德妃娘娘为皇贵妃的心情，因为此事皇上同太后又闹得不愉快，那老臣就不能不担忧了，而德妃娘娘她的压力就更大了。洪师傅，您不必担忧，朕相信朕一定可以说服皇额娘，也能够说服德妃。现在皇额娘越来越喜欢，也越来越心疼德妃了，就凭这一点，朕就可以断定，朕心爱的女人，她一定可以晋位为皇贵妃。果真妹妹，果真妹妹，来人，来人，给拉着！住手！你们也太放肆了！要本宫动用中宫监表吗？金发姐姐，索尔娜，你刚才说蝴蝶案不是你干的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想翻案吗？本宫是什么意思？皇后娘娘，你应该最清楚吧？皇后娘娘别理她，这静妃分明就是条疯狗，她自己害了别人，还在这里骂人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敢做敢当，想陷害我！好了。
果真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果真妹妹，果真妹妹，怎么了？姐姐，我知道。啊！哎呀，果真妹妹，皇后娘娘，果真妹妹好像中毒了。果真妹妹，你醒醒了！果真妹妹，你醒醒了！醒醒了！怎么了？果真妹妹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果真妹妹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果真妹妹她突然晕倒了。现在，所有的人都不许走，快去传太医，把这事儿禀报给皇上和皇额娘。果真妹妹，果真妹妹，启禀万岁爷，坤宁宫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兰贵妃突然中毒，昏迷不醒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恭迎皇上。都起来。谢皇上。果真呢？皇上，果真已经被移到房间里，冯太医和金太医在守着他。德妃，你跟朕一块儿去。皇上，请等等。回皇上话，果真已经被查出是茶水里下的毒，臣妾们都有嫌疑，要一一审查。你是觉得德妃她也有嫌疑？是，臣妾们都有嫌疑。德妃，同朕一道去。金太医，果真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皇上，贵妃娘娘中毒极深，情状十分危险。臣和冯太医好不容易灌进去一点解药，贵妃娘娘全都吐出来了。这不是跟当初德妃中毒的情况一样吗？德妃娘娘是毒一中毒，是慢性浸染；兰贵妃娘娘是猛烈中毒，能挺过去就过去了。要是挺不过去，那就会有生命危险，对吗？谁这么大胆？皇上，臣妾还以为灵珠之后，后宫再也不会发生这种可怕之事，没想到果真妹妹她……金太医，朕听说是有人在果真的茶水里下的毒。皇上，是茶水里放的毒，这种毒药毒性极烈。皇后，今天一定是你们姐妹在聊天的时候，有人故意在果真喝的茶里动了手脚。皇上，请皇上明察，臣妾的茶叶绝对没有问题。这果真刚才还好好的，他和索娜吵了架，拌了嘴，就猛喝了几口茶水，这没过多久就倒下了。皇上，臣和冯太医对所有的茶水都做了仔细检查，就只有兰贵妃娘娘的茶杯有毒。是，果真为何要和索娜吵架？这个臣妾也莫名其妙，不知道原因呢。皇上，是因为蝴蝶案的事，静妃娘娘先提起来，兰贵妃便让静妃娘娘给她道歉，静妃娘娘不肯，两个人便吵了起来。索尔娜呀，索尔娜，她到底想干什么？这说起来也奇怪，索尔娜好像知道今天要出什么事似的，一直在那儿胡言乱语。
哀家以为后宫太平了，没想到这还如此凶险。是啊，刘公公派人来禀报说，这次下毒的人是志在夺命啊。果真多好多乖，谁这么狠心要置他于死地？等哀家查出凶手，一定要了他的命。皇上，兰贵妃娘娘的脉息越来越弱了。金太医，你实话告诉朕，果真的还有几分希望？皇上，兰贵妃娘娘恐怕只有2、3分希望了。你说什么？现在看只有2、3分希望，但只要兰贵妃娘娘能够挺过3、4个时辰，也许就能脱离危险了。冯太医，你是怎么看的？皇上，兰贵妃娘娘能不能脱离危险，还要看兰贵妃娘娘的身体情况。依臣所知，兰贵妃娘娘的体质不错，所以臣还是有信心的。冯太医，如果果真得救，她肚子里的孩子还能保得住吗？这个恐怕……皇上，臣如实禀报，就算兰贵妃娘娘能脱离危险，但是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没有保住的希望了。这个人比灵珠还狠，还毒。朕现在就要立刻审问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嫌疑人，找出这个真正的凶手。朕要将他处以极刑，碎尸万段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你留下来，同朕一道审。奴才遵旨。英格尔在。你负责带人，把今天在场的所有嫔妃和贵人都带过来，朕要一一审查。这，皇上，那臣妾和德妃先出去吧。臣妾和德妃也应接受审讯。本来皇后和德妃不需要受审的，不过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朕还是要问你们一些问题。皇上，既然这事儿是在臣妾这儿出的，那臣妾先说吧。坐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果真中毒的时间，就是在我们进院子后不久。当时，臣妾正在和姐妹们品茗，这时候突然有几只蝴蝶飞过来，这索尔纳就挑起话头，说起了前年3月3。慈宁宫发生的蝴蝶案，果真一直为了这件案子想让静妃向他道歉，可静妃偏不肯。而且静妃还说这蝴蝶案不是她做的，这2个人一语不合便吵了起来，还险些要动手。当时场面混乱极了，臣妾觉得这下毒之人一定是趁着大家吵架的时候下的手。照皇后所讲述的，你是一点嫌疑都没有啊！依你的意思，下毒之人就是在果真身边的几个人了。如此看来，德妃她就在果真的身边，那岂不是德妃的嫌疑最大？回皇上的话，臣妾也没有这样的想法，臣妾只是根据感觉，如实禀报给皇上。行了，朕知道了。英格尔，带皇后下去。这。臣妾告退。德妃，你坐。是。刚才皇后说，下毒之人应该就是在索尔纳跟果真吵架之时下的手。你认为皇后的话
有几分可信？皇上，臣妾只有几分赞同皇后娘娘所说的。要说下毒之人，的确有可能利用这段时间来下毒手，但要说有嫌疑之人，臣妾倒觉得不仅仅是果真身边的那几个人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边审问，一边等果真醒来。启禀皇上，该审的人都审完了。刘光才，你认为这些人当中，谁的嫌疑最大？万岁爷，奴才也很难判断。奴才觉得静妃娘娘嫌疑最大。可看她刚才那个理直气壮的样子，奴才又觉得她不像是作案之人呐。朕认为这个嫌疑人呢，他一定是做了精心的准备，才这么难找。金太医，主子怎么还不醒啊？云儿，你别哭，这里需要安静。奴婢也想安静，可是奴婢控制不住。忍不住你就到院子里去，娘娘一时半会儿还醒不了。是。冯太医，你来把把脉象看看，本官怎么觉得兰贵妃娘娘的脉息快停了啊？金太医，情况不好，兰贵妃娘娘的脉息摸不着了。啊，那快禀报皇上吧。参见皇上。兰贵妃，她病情见好吗？皇上，贵妃娘娘的脉息已经摸不着了。你不是跟朕说，还有2、3分的希望吗？冯太医，你不是跟朕说，果真的体质是相当的好吗？皇上，兰贵妃娘娘的体质确实很好。是他下毒的人用的毒药太毒，这是志在夺命啊！皇上，朕一定要把这个下毒之人找出来，哪怕他上天入地，朕也要把他找出来。果真妹妹，果真妹妹，你一定要醒过来！姐姐中了那么重的毒都能醒过来，你一定要坚强，你一定要醒过来。德妃，不要哭了。你先别哭了。好了，朕还有话要问金太医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金太医，果真他到底还有几分希望？皇上，现在还不能说就毫无希望。中毒过深的人，有的人会出现脉息暂停的现象。如果在半个时辰左右能恢复脉息，那就大有希望，就可以说是挺过来了。可是，
如果没能恢复脉息，那就……别说了，朕知道了。好，朕就在此等上半个时辰。朕相信，果真他一定可以醒来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你现在就去慈宁宫禀报皇额娘，若皇额娘想过来，一定要拦住她，就说这件事情，朕会处理好的。这。太后娘娘，万岁爷亲审了坤宁宫所有该审的人，还是很难查出下毒之人。不用怕，他逃不了。刘光才，害人是要有目的的。果真遇害，其实有嫌疑人。太后娘娘的意思是说，下手的人跟兰贵妃娘娘是有直接利害冲突。兰贵妃娘娘中毒是跟晋升皇贵妃一事有关。没错，你不是说下毒时机最大的可能就是在果真和索尔纳吵架的时候吗？混乱中有谁会注意到是否有人会向茶里面放药呢？所以站在果真身边的几个人，索尔纳、佟佳氏、淑妃、德妃都有嫌疑。奴才没有想到，太后娘娘把德妃娘娘也算在了嫌疑人的里边。哀家只是就事论事，分析果真遇害的原因。佟佳氏和德妃都有可能晋为皇贵妃，所以暂时不能排除嫌疑。当然，这些话你不能告诉皇帝，等抓到凶手了，就可以问个清楚。姑姑，静妃不可能晋升皇贵妃，姑姑为何把静妃也列在其中呢？索尔纳想搞乱后宫，为自己翻案，就这一个理由已经足够了。淑妃下手，也只是想帮索尔纳下手。所以，哀家认为的嫌疑人应该是德妃，不应该是其他人。刘公才，皇娘有什么话要跟朕交代吗？太后娘娘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需要交代。太后娘娘知道万岁爷亲自处理这件事，她万分放心，相信毒害兰贵妃的人无处逃遁。金太医，时辰差不多了，再来给果真把把脉吧。这。皇上，兰贵妃娘娘有脉息了，且比前面的脉息还好。你是说，果真她没生命危险了？贵妃娘娘脱离危险了，从脉象上看，贵妃娘娘马上就要醒了。太好了，皇上。果真妹妹，你没事就好，吓死董姐姐了。唉，这小果真一中毒，看大家伙连茶都不敢喝了，还害得我们在这儿厮守苦等。静妃娘娘今天颇有些幸灾乐祸呀。皇后娘娘定是想把这罪定在本宫头上吧？可惜呀，你办不到。
你。皇上，果真妹妹醒了。皇上，臣妾是不是中毒了？昏过去了。你醒过来就好了，果真。你醒过来就好了。那臣妾的孩子呢？不说孩子，果真，只要你能醒过来，孩子不重要，你活过来了，朕就高兴。皇上，臣妾有罪，臣妾的孩子又没了。果真妹妹，你也别太伤心难过。哦，对了，姐姐记得你昏迷前对姐姐说过，你好像知道是谁对你下的毒手。现在皇上也在，有皇上为你做主。妹妹，你说出来，到底是谁下的毒手？果真妹妹，我是董姐姐啊。皇上，能不能请德妃出去？什么？你要德妃出去？德妃，你先出去。英格尔，在，陪着德妃娘娘出去。这。果真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朕，到底是谁在你的茶水里下的毒？皇上，臣妾真的不敢相信，这次害臣妾的，竟然是德妃娘娘。你说什么？是德妃在你杯里下的毒？您听见了吗？兰贵妃说，下毒的人是您。果真怎么能说是我下的毒？他是不是昏迷刚醒过来，脑子糊涂了呀？啊！您别着急，兰贵妃肯定是弄错了。咱们先回避吧。娘娘。英格尔，你相信是小婉害的果真吗？你相信小婉会用这么狠毒的手段害人吗？英格尔绝对不会相信的。好，小婉多谢你的信。你要有个心理准备，恐怕这件事，扣扣也会受到牵连。娘娘先不要想扣扣的事情，皇上肯定不会对扣扣怎么样的。我觉得，兰贵妃娘娘肯定是弄错了。他发现自己弄错以后会改口的。他不是弄错，他也改不了口的。